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市长周万安，本地27甲28两天要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，但是发生着随机攻击的事件，市长决定来缩短行程，去一天就好，同天来回。也有风声讲上海迄边，军也该配合着台北市政府调整行程，就是希望周万安会当来发表着有中的言论。国民党的议员帮忙来回应讲，周万安支持有中，但是未来发表着亲中的言论。台北市长周万安甲中国上海市长姜正做伙上台协商，双城论坛原定9月登场，却因为 MOU 签订问题，延到12月27到28举行。即马讲因为北市发生随机攻击事件，周万安搁再改行程，敢若去一日啊，参加28再播的主论坛。这一次也是因1219事件发生之后，接下来台北市的各项大型活动，确保各项的维安部署到位，所以这一次为期2天的双城论坛活动。就是出席28号上午的主论坛。周万安强调，双城论坛已经办15年，希望就算是行程减速的情形，原来维持市政交流。副市长林奕华指出，上海方嘛表示完全理解，这届上海这届配合北市府来做调整，传出是因为中方无想要和唯一的两化交流登去，嘛因为周万安是国民党未来名次，有议员透露，上海方阁希望会当照前总统马英九甲前台北市长郭文泰的例，和周万安提出友善中国的言论。中共没有释出善意之前，其实双城论坛是不应该举办的。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又昧于台湾主流民意的感受去发表有中的言论，我认为他是跟主流民意是背道而行。我觉得蒋万安不会啦，他不会像讲那么所谓的亲中，但是友中就是对大陆那边友善，我想是会的，因为他去行动本身就表达了希望交流。国民党议员今替市长来讲话，实际上这届嘛无安排市长甲各台办的主任送到见面，北市府甲行政完全定调做市政交流，敢若嘛是为着阻挡外界质疑的声音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